风出在意思来吹，你听见伊的声，毋知伊对倒落来倒落去，见若对神生的，也是安尼。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学到上帝，圣诗第165首，听堂圣神求你降临。请咱起立来做伙来吟。 甲是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金教，你的旨必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一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辜负阮的人。我替带阮入去，伊个歹，幸福、安宁、平安，拢是你所有。 咱即要用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温州彼勒岛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来做灵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 阿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天，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公道的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请坐。咱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15篇，记伫圣诗后面，也是。 启应文15篇，也是诗篇51篇，由我来刻，正兄做来印。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消除我一切的罪孽。
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以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由我创造纯洁的心。唔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衷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请求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成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咱即马来做伙仰头祈祷。慈悲疼痛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保守带领。今日早起，使阮有好的天气，互阮会通伫你的印带下面平安喜乐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敬拜你。阮要献上感谢和劳你。阮要倚靠你，求你赦免阮的过失，将所有的苦恼交托你，求你保守带领阮平安，无烦恼甲惊吓。你是创造万物全能的上帝，透过世界四季的运行变化，互阮体会到你是公平正义的上帝，也认清阮人类的卑微甲有限。最近天气极其烧热，提醒阮爱对环境保护的重要，爱做好上帝的管家，听你所创造的万物。过去2年外来，威胁阮的新冠病毒，也有继续变化存在。阮四围的亲友也有侪人陆续感染着，求你保守阮会通搁较谨慎，倚靠你带领，无跌到惊吓跋倒，互阮早日会通脱离疫情的威胁，恢复以前正常的生活，常常聚集伫你的圣殿，做伙敬拜你。阮也要为着阮国家的和平安全前途献上祈祷，求你互执政者有聪明智慧，带阮全民团结，保佑台湾会通行出一条和平安乐的道路。阮也要为着即摆要伫宜兰举行的青少期生活营的老师辅导青少年代祷，求你使因平安回来修成济济。阮中间有拄着试炼、好担当的事的，也是身体欠满的，也是因为有代志颠判，无法度到你面前来甲阮做伙敬拜兄弟祈祷，求你纪念扶持因，赐圣神甲因同在的力量，互因会通勇壮、平安喜乐、安然度过别项路径。今日的敬拜，求圣神临到阮中间，互四牧师分享的信息感动阮，帮助阮搁较明了你的旨意，正做阮日用的准绳。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美，这是咱要请圣歌队用这首歌叫出声来带领咱来学罗上帝。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两位的圣经。第一位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五旬节的期已经到，因拢聚集伫即所在。忽然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充满因所在规间的厝。就有底分开的枝出现，互因看见，亲像火的枝，晓伫逐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充满，才开喙讲别样的腔口，是照圣神所想示因讲的。咱即摆搁看第二位圣经，记载伫旧约诗篇147篇14节到18节。旧约诗篇147篇14节。伊互你的境内太平，用上好的麦，互你食饱。伊发出命令伫地年，伊的话颁行真紧。伊降落雪，亲像棉花；伊落霜，亲像火灰。伊ฮ็落泡，一块一块。伊发出寒凊，治水挡袂牢。伊一个出令，遮个就拢扬；伊互风吹，水就流。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咱即马要正道，请咱前任的四百赞牧师，伊今日正道的题目是“互上帝的风吹起来”。搁一遍三甲来祈祷，主上帝，阮搁一遍对你来感谢。你互阮进入你恩典的厝，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阮感谢你。求你的神直接到阮三角点，互你的神安慰的神入伫阮的中间，互你真理的神会通互阮来明白上帝你的话，
从即个聚会对头到尾，交托你的手，感谢祈祷，靠主的圣名，阿免。敬听的张牧师、张牧师所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2礼拜前张牧师伫即个讲台顶已经甲我预告讲即礼拜今仔日就是4牧师要讲道吼。伊佫特别讲这是3年来头一摆我听了煞开始起紧张啦其实我1个月前就咧准备我1个月前开始我足意爱来甲大家三甲礼拜，嘛一只三甲来分享。我1个月前就开始减重啦减重无偌成功啦这私人跟我讲4牧师你巴肚还佫诚大粒啦我爱佫努力佫来就是讲我即个啥开始甲我举管仔甲会单条无爱举安尼看会当互我行路会当较正常啦无你靠去管仔永远拢会安尼行路会袂正常第三项佫一项了第三就是讲去剃头啦即个牧师娘就跟我讲你剃像阮囝呢即马拢来剃足薄的边仔足薄的安尼若照我年龄应该是爱留一寡头毛，一只较好看安尼。这咧显示讲我安尼其实真爱甲咱三甲敬拜一只礼拜嘛一只三甲来分享。这3年的中间我简单甲咱报告讲这3年的中间咱大拢知我动2摆即个手术啦一摆是脊椎脊椎8个月其实就好到后来无佫过半年后发觉哎呀行路较会安尼无力安尼怪怪的，佫会酸会痛原来就是我的大骨即个关节即个有损伤所以来换大骨迄个关节这颠倒好较慢所以我即马行路还佫无偌知伫即段时间拄着迄个 COVID-19 即个世界大流行影响诚大即咱历史上毋捌看着讲一个疫情有遐严重的为着 COVID-19 死去的人超过第2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战争来死的人安尼你看有偌严重这毋干那安尼佫咱的生活咱的即个啥工作拢受到影响所以佫来就是讲咱台湾佫较特别即个中共安尼不时安尼来甲咱威胁甚至顶一两礼拜佫飞弹甲咱弹到咱死的角头拢弹甲掉安尼所以我相信咱踮伫遮咱台湾南每一个人绝对心内这段时间是非常即个郁卒郁卒。所以伫即个时间，我想讲我要讲啥我就将我的感动就是要来讲起上帝的风啦毋通上帝的风做吹起来伫咱逐个人的生命中间伫咱的教会伫咱的社会国家的中间互咱安尼会通醒起来啦会通佫再一摆互咱有活力直接来向前。这上帝的风伫圣经的即个观点来讲特别就是咧指啥？指上帝的神啦咱伫何小的圣经，你注意甲看讲即个创世纪即个第1章即个第2节要注明讲即个啥上帝的神嘛会当翻译做上帝的风啦我等下再来讲即个就是讲神海上帝的神甲上帝的风是会使安尼来等同，就是讲即个神即个 spirit 的旧约的中间希伯来语叫做ruach甲即个啥希腊语叫做普纽嘛咱若医学的人即个普纽嘛即个字关系空气即个有足侪字足侪字即拢对希伯来语即希腊语即拉丁语到英语其实有足侪拢类似的啦所以神 spirit 神其实伊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气啦阮喷一口气也是讲风这是就是即个意思。所以上帝的神甲上帝的风你用一点想象力就会当甲伊连接起来甲伊连接起来咱即个大家顶一只即幅图我相信真侪人知影这是啥物人画图
梵谷，较大声也袂要紧吼，就是梵谷吼。这幅图毋是梵谷上较出名的图啦吼，这幅图是梵谷的食饭碗咧用的，就是讲足侪人甲买吼，伊画足侪类似的画足侪吼，安尼做伊的生活的路用啦吼。上出名的图还佫有其他的吼安尼。但是我甲真侪人相款，我真意这幅图吼。当然，这幅图还佫有一个背后的意义，就是讲20几年前这个陆羽仁博士娘高天龙博士吼，听讲我爱安尼。印象派的图吼，伊就去美国图书馆吼，去买一个啥仿制，但是有版权的图送我吼，所以我甲这放伫我的办公室，放伫我的厝内吼。我特别看到这个图的时阵，特别是我是一个真理想，还是讲一个较迄个啥，较毋是较乐观的迄种型的人吼，所以我真爱即种图吼，看着感觉安尼，我家己有哪。互我会安怎精神安怎舒心起来，安怎活起来激励我讲来，佫较积极的吼，较乐观的，较快乐的吼，这对我来讲有相当大的责任。这梵谷的图，一只就是讲，较早咧画图画静态的吼，我看上出名可能是米开朗基罗吼，就是讲，就是甲伊实不足成的，咱是翕相机翕过来，安尼就是够画啦吼。这个米开朗基罗有伊特别，伊画啊水，就是讲。伊会当去展现讲一个人的即个力量的美吼。我有去这个梵蒂冈吼，去看迄个大卫像的雕刻品吼，我就感觉讲迄有影，迄一个查甫人伊迄个比例吼，伊的迄个伊所画出来的即个伊所雕刻起来的图像，直接会当看出一个迄个啥力量的美吼。这是米开朗基罗昂高的所在吼。这个印象派家就是讲伊。这个梵谷来讲，梵谷伊原来是做牧师的吼，伊原来有一个足水的一个故事，有兴趣的人去甲查看吼，去甲读看咩，你会当个对梵谷的这个图画会佫较深的一个印象吼。就是讲伊的图的中间吼，这个草这个花这个树这个云，还是讲这个啥这个厝吼，敢若拢咧震动呢吼。敢若哇，安尼拢咧震动啊！这是过去毋捌有的一个啥一种画风毋捌啊吼。所以真侪人伊即款的图，咱这云敢若咧走咧吼，对无？这个啥这个草吼，敢若拢咧震动安尼吼。用这幅图，伫遮我要来甲咱安尼来去想象讲上帝风到底是亲像啥啦吼？会当互咱一点仔想象力吼来看讲。这上帝风甲咱有啥物关系？其实上帝风甲咱的这个性命、甲受造的起源、甲教会相当有关啊！安尼有重要无？有啦，所以咱就要去了解讲，这个咱要去追求讲有圣神伫咱的中间啊无？咱有受到这个上帝风的这个啥启动无？我感觉这是有关咱一个做一个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有两个理由，我讲互咱听可能咱就会当明白。头一个就是讲创世纪这个第1章创世纪第1章底下讲当时的天，当时的地是空空混沌啊混沌毋是咱的迄个这个混沌毋是咱的迄个做啥物做的这个大混沌是这个 chaos 乱七八糟的对是混沌深渊的面上黑暗，混沌黑暗，没有秩序，乱七八糟讲上帝的神运动伫水面，安尼开始创造是对安尼开始的。所以咱会通想象讲，上帝伊的确是爱人安那有秩序啊所以当有一天你发觉种我敢若我的生活步调我拢乱去我毋知拢咧创啥，我的生活重心拢无去毋知咧创啥，咱就要注意提醒上帝伊爱咱有一个是一个有特殊、有方向、有重心的一个生活。这款的生活就是美啦另外，上帝的处事的中间开始有日头、有暗时、有日时、有树有花、有这个啥、有天空、有迄个海洋，了有陆地天空有飞鸟这个海洋有鱼大鱼等等路上有
花草树木伫这个中间，这就是美啊！哦，这上帝所做的，上帝风、上帝神运行伫这个创造的这个中间，互这个宇宙变做一个水的一个啥？一个景况。佮是人受造的时嘛，真有意思哦。创世纪第2章的第7节啊，只讲这个啥？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来造人这个来造人分我的气入伊的鼻孔，分我的气伫这个土造的人中间伊讲就成做我的灵啦，我的灵魂所以讲人活地其实是啥？就是有上帝的神，上帝分一个风伫咱中间所以我就想讲，这人活伫这世间这是讲其实就亲像是耶稣基督的体，是上帝的子民。我感觉这是上个简单重要的一个定义啦吼。这是安尼，所以我欢喜讲用我家己的经验，两项的经验来甲咱分享你讲着讲迄一口气迄人受造，我一摆这个为急性的这个啥出血透早这个我半暝就知影啦我就半暝去病院，敢若歹势，我就等到要天光洗一下身躯，洗身躯的时阵感觉讲我强要死去，强要昏去死去安尼这是我头一摆感觉讲，迄濒临死亡的感觉，迄是我头一摆感觉讲我赶紧甲牧师就讲赶紧送我去病院安尼啦安尼赶紧就叫病人载我去病院。伫迄个车顶我有哪感觉强要去真正想要去我就把迄窗户甲伊摇落来摇落来一摆他就1分钟我就感觉足爽快，就好去就好去安尼我就知影讲我袂死其实就是啥，一个气伫咱中间进入伫咱的内面，我就活起来所以上帝的风、上帝的神伫咱的这个生命中间，其实也是相款安尼相款安尼这是头一种的经验过来就是讲，伫教会内面迄个圣神到底是啥咱讲经验到圣神的降临、圣神的临在，到底是啥物款的一个状况？真侪人感觉讲这个圣神敢若就爱被指导啦一直笑啦，一直吼啦还是讲来去请对一个大牧师来祈祷才会感受到讲这有圣神还是讲去山顶啥物所在才有圣神，其实拢毋是安尼使徒行传足趣味大家自首的是圣神就临到伫咱的所以你讲这较来去找啥物人、啥物所在迄拢老实讲，迄拢无影无迹咱会通网站甲咱鼓励安尼有影讲的确安尼才是圣神这是无符合圣经的道理的使徒行传一个开始，拢在讲因自首的时，因自首当主耶稣死里是未记，这学生感觉不可思议，这是大代志这伊嘛毋知影将来路要安怎行这主耶稣就甲因交代讲，恁着踮耶路撒冷踮遐听候，踮耶路撒冷听候，
所以因自责的时候，主耶稣就甲因讲话，甲因交代等等，就是安尼。所以圣神就是伫即个状态中间，这使徒行传会通讲就是圣神的行传呢。就是因为圣神的降临，开始有教会人改变，勇敢去逐所在，将福音传到，就是亲像即个使徒行传1章8节所讲的，主耶稣交代因讲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当然才能翻译了无好啦，咱这好好本的圣经拢翻做能力啦，新译的嘛拢翻做能力，能力是较好。才能其实是啥？才能就是啥 ？power， 就是 power。这个翻译是较好这种翻译伫这个状态的中间互咱知影讲使徒行传一个开始就是伫这个中间来咧讲，已经伊有留下一个伏笔，就是讲这个教会的开始，教会的这个啥的扩大的传播，其实就是啥？耶稣已经有讲明伫迄个1章8节有讲明，就是圣神临到恁的是恁要得到才能，要得到才能。这个才能，其实就是能力啦咱拢通常拢甲翻做英语的圣经拢翻做 power 较济，嘛是 power 是较适合啦但是英语有这个含这个原文这个 dynamis dynamis 这个能力有接近的其实真济咱英语咧讲这个 dynamic 就是活力活力有上迄个啥活力的 dynamic 也是讲这个dynamite 就是炸药啦dynamo 就是炸发电机这拢含希腊语、拉丁语拢是有关的啦这是一个真水的字这是真水的字上帝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也免小客气，咱想讲我拢无法度啦，我安怎其实咱若是去经验上帝的神、上帝的风我会甲咱保证，这是大有规律的这个啥的神伫咱的中间这关键就是耶稣亲自甲咱这个啥，甲咱应允的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能力恁要得到 power 就是对安尼来开始所以使徒行传对第2章开始到第上落尾28章，拢总来讲啥？拢总就是咧证明圣神的一个结果，圣神的能力、圣神的 power 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徒行传安尼。所以使徒行传咱拄仔所读的第2章，就是讲一开始的时到底有啥物状态这路加嘛是真后写写讲迄个圣神临到的是迄个状态讲那真正天顶有大声甲这个圣神临到的时候，天顶天上有响声圣神临到的时，敢若的确是会真轰动，你到底会知影安尼。就是讲，我虽然无被指导，但是我知影圣神临到我的时候，我家己知影讲安尼，我大有气力这个啥这大有能力佫有啥有真安宁、真安静佫真清楚知影我所要行的路是啥我相信虽然安静，但是迄绝对有那是足大的气力所以路加直接用这个足的大声是风咧吹迄那大声来形容，我感觉是对能力、对power足好的一个表达啦伊讲这吹落去到地因这个开始有人因咧指那一火安尼会当讲别国的腔口，会当互足济无共款的国家的人，竟然会当三甲斗阵呢，会当三甲斗阵交配呢这是讲圣神的气力会当互一个啥一群无共款关系的人安尼会当三甲斗阵三甲斗阵，所以圣神圣神毋是安尼，咧的作用，伊的功能，毋是讲互你咧会当标榜讲我有啥物能力，还是我会趁大钱，我会安怎毋是呢？
圣神是互你知影，这是上帝甲你送到地底，互你会通伫迄个咱的生命中间会通有一个新的活力吼，有一个生机安尼啊，特别是伫团体的中间，伫正人的中间吼，会当三甲来开始有气力、有智慧、有能力来去重视上帝国的事，来去重视这个福音啊，这个讲传，这是圣神的规律，就是使徒行传啊，伊所要表达啊的一个重点啦吼，伊一个重点啊，所以伫这个中间吼，就是讲，互咱知影讲，这圣神啊，上帝方上帝的神啊，到底那是偌大吼，就是安尼啦吼啊，这个就那亲像咱咧看报纸一样啊吼。啊，这个大人物要出来的时阵，绝对安怎？咧金光闪闪、冰冰冰冰安尼吼。啊，这圣事就亲像安尼，就当去想象迄种的场景啦吼。啊，这真正是真大声吼，临到伫咱的这个中间。我希望咱大家吼，拢会通去经验这种啊，迄个圣神同在的这种的一个啊，一个滋味吼，一个滋味。也因为安尼，咱就看见讲圣神的同在啊，圣神的上帝方吹教的时阵啊，互这个啥受造的万物会通安怎有活气，有新的一个状态嘛，吼，会通互人会通搁再活起来，会通互人精神起来，吼会通互咱的教会，会通互这社会这个世界会通换新，吼，这是偌尔大的规律啦，吼。反正就规律。啊，今日咱啊有读到诗篇啦吼，啊，最后我要引用诗篇吼啊，来甲咱先来分享啦吼。啊，我伫这个3年来中间吼，加再有做一件代志，就是把诗篇下册甲伊完成啦吼。若无我这3年敢若白白来经过安尼吼。这个。也未摕到册的人吼，做一个广告，赶紧礼拜煞吼去甲思涵甲摕吼下册吼。若无送册的人，有哪甲讲袂要紧吼。真是人想讲这2大本吼，免哪读啦吼。这目前就知影讲我要出册送咱大家吼。讲哎哟，你毋通做这个代志吼，怎么写册无人要甲你看啦吼。起头是安尼啦吼。加载吼，看起来敢若有人咧看迄款吼。我建议吼，有一寡建议吼，刚才咱帮助咱是讲，你会当选择来跳着读啦，吼。比如讲，我看足侪人会兴趣讲第一篇，吼，是咧讲啥吼？因为第一篇大家拢知影，迄是足重要一篇，啊，就讲23篇足出名，你拢知影。你也看第一篇也好，23篇也好，佮看46篇，吼，也是讲看这个73篇，吼，是讲看这个啥，这个。130篇，我特别推荐。你拢感觉诗篇无概念吼，你去看你也是讲你心内非常的郁卒啦吼，安尼诗篇到底是咧讲啥吼？安尼你去看诗篇130篇吼，试看卖好无？吼，有听到无？记会牢袂？吼，你看卖看这诗篇，看希望会当引起你的兴趣吼，安尼吼，安尼。其实诗篇的内面吼，有去讲到上帝的神吼。事实上帝的神伫圣经的内面就出现335摆吼。真济时拢是重要关键的时阵吼，比如讲创造的时有上帝的神吼。这个先知要就是一个神，有这个上帝的神吼，临到伊吼这个啥甲伊外游吼。先知要讲话讲上帝的神吼。运作伫伊的心中，互先知讲话。所以伫旧约也好，伫新约也好，上帝的神其实讲真济吼所以咱免烦恼是讲甲迄敢若是四福书敢若特别伊圣神的款吼，还讲甲圣神较足重要。其实圣经就是讲真济圣神吼。咱咱个种即个啥大神的家迄个加尔文。其实加尔文伫伊的基督教要义内面嘛有一直咧提醒吼，伊有哪讲真济圣神，特别伊甲圣神甲上帝的话吼，甲伊牵连做伙吼。伊讲安那，
讲毋通干那咧讲信神吼，特别伊摕去用圣经讲一切的神毋通拢信哦，你来去查考去查明到底这个神是到底是正确啊无啊？定定有人讲啊，牧师啊，我吼听着这个圣神跟我讲吼，讲东讲西讲一堆的吼，到底是对一个是真的吼？这圣经嘛甲咱讲，你来去查明了，要安怎查明？要安怎查明？有啥物办法去甲查明讲这是毋是真正上帝的神无？有啥物办法？就是看有符合上帝的话啊无啦。哦，这圣神绝对袂去和上帝讲的话吼，去矛盾抵触，敢毋是？哦，所以今日问是讲上帝的神吼，甲上帝的话其实是互相做工的。就是讲，你会通去了解啊，这是真理，这是上帝的话，是因为圣神做工伫咧内面，你才知影呢。我相信这点呢。我也未深入伫即个啥，也未感觉讲我已经有悔改得救的以前哦。若是讲我读圣经吼，是读无的啦，吼，拢听你，拢毋知你讲啥吼。所以我真心讲啊，我需要耶稣的救赎，我真心悔改真侪，信耶稣了，读圣经，自然就懂了呢，很多地方就懂了吼。所以我相信，刚才你们讲的是非常的实在吼。咱看诗篇147篇吼，有哪会通来去，互咱一点仔淡薄的想象力啦吼。147篇的12节到20节吼，其实是一段趣味的一个经文，就是讲，伊咧讲吼，一开始讲吼，讲耶路撒冷啊，你着俄勒耶和华；锡安啊，你着俄勒你的上帝。耶路撒冷甲锡安是同义词啊，吼是相反的，就是讲恁遮徛起伫耶路撒冷啊，是讲锡安的人，恁着爱安怎？是人讲恁着爱俄勒耶和华，是安怎着爱俄勒耶和华？是因为安怎？伊讲因伫受掠的时，受掠到伫外邦的所在，也是讲归回的时吼。伊讲就是上帝甲恁保守呢，吼，嗰是上帝经过恁的门呢，吼，是上帝赐福恁中间的囝儿呢，是互恁经来太平。恁受掠的即款的悲惨的中间。其实是上帝保守恁的，才通互恁伫耶路撒冷安尼好好个徛起呢，会感觉倒转来故乡呢吼，安尼。然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讲吼，伊个讲迄个自然界，讲上帝伊掌管人甲国家的命运啊，伊嘛掌管这大自然吼。伫15节到18节咧讲，伊发出命令伫地面，伊的话吼颁行上紧吼。你看，你讲上帝的话吼，伊一个出去吼，大有困难的，会当安怎？会当讲落雪就落雪，讲落冰雹就冰雹吼。爱讲，伊讲安怎？伊讲风一个吹，这拢当扬去，这咪风上帝命令讲风一个吹落去，安尼伊就扬去安尼吼。这互咱一个想象力，就是讲，咱人生毋是永远拢出日头的好日啊。咱足侪时阵，拢会拄着落雪，拄着冰雹，吼拄着即个旱情的时阵，总是上帝的神若吹落去，上帝的风若吹来呢，讲风吹水就流，开始有迄个溪流水的流动，万物就更新了，咱的生命也因为安尼会当更新，你讲咱做悲惨的时阵要安怎？是讲毋知影要安怎吼？迄个时阵，上帝的神、上帝的风吹到伫咱的中间，咱就会当佫活起来吼。这就是咱基督徒的福气啦吼。这是就是讲，这个是咱的福气吼。所以伊就开始就讲耶路撒冷啊，你着俄勒耶和华；锡安啊，你着俄勒耶和华。咱嘛是在不时安那俄勒咱的上帝吼。最后吼，这个我爱有哪来分享的，就是讲咱伫这段时间，我拄有讲过COVID-19 的代志这个中共的军事的威胁吼，佮也是讲苏俄的这个啥入侵，这个啥这乌克兰吼这拢互咱感觉安尼心内非常的郁卒吼。搁再讲咱甲咱有关的吼，就是咱7月5咱张牧师伫美国
河湾的所在以前牧会的所在，伫聚会中间忽然发生枪击事件轰动世界呢这件事我也相信讲，这有上帝的心、上帝的风甲咱的这聚会人参加伫地，所以，互迄个郑医师伊会当安尼奋不顾身，会当安尼第一时间就冲去要含迄个啥，含迄个凶手拼生死呢。结果迄个凶手一枪安尼就下死啊！那大家非常的唔感觉讲，这个人实在是太伟大太伟大。刷入去加载讲张牧师伊那真机智随时第一时间反应有那举迄个啥，伊也就猫落去煞害死一寡人，大家三甲甲牧师娘大家甲制服这会通互这若无安尼有可能是全部的人，伊是拍算当中个要甲消灭拍甲死的呢滚10个人安尼要甲加载这个代志，是因为安尼我相信这有上帝的风、上帝的神伫这个中间当然对张牧师来讲毋是遐容易的代志就经过啦我相信伊心内艰苦到底是超出咱的想象，迄是不容易啦伊家己牧会过的会友产生迄款会伫迄个中间来死所以咱需要来替张牧师来祈祷呢甲牧师娘会当互咱这个代志有上帝上好的旨，互上帝安慰的神来安慰咱张牧师、牧师娘以及河湾这受难者第医师这家属以及全体的教会所以今仔日我直接甲咱来分享这个上帝的神、上帝的风这个信息，也希望讲咱伫这个信仰团体，大家三甲激励啦会通互上帝的风、上帝的神吹入伫咱这个大家人的性命、大家人的家庭伫咱这个社会中间愿上帝赐咱大家三甲来祈祷。主上帝，阮对心底感谢你你伫创造的开始你的神就运作伫阮的中间互这个世间充满上帝你的权能，也充满上帝你所赐的美妙阮将阮的这个性命拢交托你的手，因为阮也相信上帝你是掌管阮这个毋单单是受造的物，也是阮人类的历史的主。愿你的神常常甲阮相甲踮，互阮无论什么款的状态会通深信上帝你的神，甲阮伫地，阮就无惊吓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受伤，拢得靠有上帝你神的安慰也互你神来赏赐阮，互阮会通有智慧来明白上帝你的话，上帝你的旨意。安尼祈祷，感谢靠主的圣名，阿门。咱要来回应上帝的话咱要做伙吟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大家起立。阿
坐，咱即摆来准备今日奉献。请林正良执事甲叶红。今仔日吼是即个退休牧师、传道师的即个奉献主日啦吼。嘛咱会通对退休或者的老牧者会通付出咱的关心甲祈祷吼。会通互因安尼晚年会通较好势的即个生活吼。多谢咱大家。请起立，念圣诗382首第5节。请坐，我即摆来报告。咱真欢迎今日特别感谢4百站牧师来。
关心这个代志，为这来代祷，多谢。咱即摆来吟每遍的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大家起立吟做，吟诗煞请牧师祝祷。让我将恁交伫上帝关灵、平安、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圣神的恩典，甲恁三个肢体，对一粒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